伫新者中间哦，咱一直拢伫新者的中间。伫当礼拜，我想伫即个参会中间，哇，就是咱嘉南教会53年以来一个新者。哦，咱做礼拜时阵有800几个，要900个。那咱食饭的时阵，900几个人斗阵食饭，我人生头一遍。啊，我毋知影恁捌过无？哦，捌遐尼侪人斗阵食饭，迄食饭偌芳呢。而且咱阁得到一个祝福，就是我伫新者的邀约中，你邀请伫新者中，感谢上帝。咱知即个是有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人是一个阿督啊，伊得到即个十字架的福音，伊要传互中国大陆的人。总是迄阵啊，中国大陆的是安那？哦，你去传福音，因是宗教不自由，所以你若去传，你会去用安那杀去就去用安那关去，关咧内面即个典狱长吼，看了足袂爽的吼，即个恁阿督啊，要来阮遮华人。即个传即个阿督啊教吼，其实伊毋知影耶稣其实是东方人呢，伊误会了啦吼，总是无要紧，原谅伊的无知啦吼，总是伊就甲即个即个阿督啊，即个传教吼，传教士吼，就甲伊刁难，讲好，我甲你讲，你这是你家，即个耶稣遮厉害对无？好啊，啊无遮一张纸啊，遮一张纸你哪会使用？互你一支加刀，敢若会使加直走一刀尔，袂使两刀，一刀。你也会使加出你讲的，你喙中讲的十字架，吼，我就放你走。啊，无就安那？啊，是哦，吼，这是游牧师的门徒吼，就变变。啊，咱知结果是安那？上帝，吼，即个传道师有安那有智慧，嗷嗷的就加出即个十字架。兄弟姊妹，即个传教士愿意被邀约，愿意被挑战，愿意。对主，伊拄着恶担当的代志，伊虽然去大声讲即个福音，伊无咧惊，好胆去行，伊则有机会去经历即个神迹奇事。新者，兄弟姊妹，你愿意要得到新者无？要啊，要。咱今仔活着，咱今仔有气势，咱就是新者。咱三甲来祈祷，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互阮活着，互阮会当呼吸。阮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在伫即个所在。主，阮就是开阮的心门。阮或者今仔日头一遍来到教会，阮头一遍也是第二遍，阮来到伫即个所在，阮真济毋知影的、听无的。主啊，恳求圣神开阮的心，开阮的耳，互看了、听了、明白、醒悟起来。阮愿意诚做主你的囝儿，因为这是一个足大的神者甲福气。主你是阮的爸，阮也是你的囝儿，啥物好处阮会无啊？主，阮要爱这个福气，阮要爱这个神者。主，阮要诚做神者的器皿。恳求你帮助阮，阮安尼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神者是啥物？对你来讲，新者是啥物？有个人伫家父病房，咱的林良山弟兄，伫拜五咱接到消息，伊伫个家父病房甲生命咧征战。感谢主，昨有消息来讲伊愈来愈好。咱嘛看到伊的囝儿是说伫个遮咧礼拜。即个口气，一口气是真重要。新者是啥物？咱有愿意诚做上帝新者的器皿无？安尼，咱就爱拍开咱的心门，互主来引带咱才有机会来经历这个新者。有人讲恩典，咱就是伫恩典的大海中间，咱就是伫个这恩典的大海悠悠伫个内面安那游泳。这拢是恩典，大海拢是主的恩典。总是你伫大海中间，你要徛起来，对恩典中间徛起来。要对教会徛起来，要出去到你工作的所在，去到你学校的所在，去到这个社会的所在。你这个时阵，你迄恩典，你需要用物件来对，对无？但是我要用啥物？这个时阵，你伫恩典的大海中，你就这个时阵需要一个啥物器皿？牧师伫这个月就捌讲过新者嘛。伊丽莎安那帮助迄个寡妇，是毋是？伊讲你有啥物？我干那一点仔油，你去摕啥物？去
器皿啦，摕愈济愈好，愈济愈好，总是兄弟姊妹，器皿摕完未？哎呀，器皿底有限无？若是这是稳定的大海，这若是拢黄金做的大水，黄金水，你要摕这个，也是要摕这个，也是要摕这个，也是讲啊，我拢无物件，我着穿管打去，啊，无这个嘛底了比拖鞋较济。你要底这个，你要用啥物底？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来到这，领受上帝恩典，咱悠悠伫这个游泳伫这个稳定的大海中间，咱要底啥物东西？咱有摕物件底无？兄弟姊妹，恭喜大家！主今仔应允甲人讲，咱就是啥物器皿。咱今仔既然来啊，咱就大大方方拍开咱的心，互咱的性命，互咱一切拍开主啊！我伫稳定的大海中间，我会当摕啥物？这个时阵，啥物器皿上好？啥物上好？斗一支讲嘛，是毋是？斗一支讲，安那？转去到咱厝开的，哎哟，有稳定的水啊！兄弟姊妹，讲嘛是有限嘛，所以讲咱是毋是会当领受上帝主啊？你充满我，主啊，我有你的稳定，我就去到倒位，倒位拢有稳定，阿妹吗？兄弟姊妹，啥物是稳定？啊？本身就是稳定吼，白白得来。哦，你看阮这套好啊啦吼，白白得来吼，这个好翁是白白得来的。因为我本来不配啦，真诶，吼，伊讲我袂使讲伊个啦吼，但是圣神感动我吼，我本来吼，会使讲袂？啊，伊讲袂使，你莫讲吼，啊，都是本来不配我得诶，总是我安那我得着，本来我爱付诶代价安那，我毋免付，这叫做啥？稳定，是毋是？我去食一顿，去 Costco， 哇买吼上万诶凊彩买吼。五种肉拢买，哎呀，你1万了无够。结果去到结账的时阵，安那上帝卡摕来，愈上帝卡就好啊，免费，这是稳定。稳定，因为有人替你付嘛。当你做唔对代志的时阵，啊，就懊悔。我哪拄则讲迄句话，人已经伤心啊啦。啊，我哪会做唔对代志啊，就懊悔。人因为我有一个青年，伫IBM，伫迄个毋是 IBM，台积电上班，足少年28岁。啊，伊开 BMW 的。在青年去灵修会，啊，要转来路上发生车祸，结果冰弄着墙壁，个冰到对面的车道，结果甲人的车相撞，伊去压在下面，即顶头的车3个拢死，2个当场死，一个过2工才死，28岁。迄天阴暗，伊哭，伊冤结。为什么不是我死？是安那，毋是我死。我死就好，我死就无代志啊。伊到即马还阁有代志无？有啊，有啥物代志？有稳定的代志。即3个尾啊，无甲伊告，伊厝的人无甲告，啊无这一定爱关的嘛，咱知嘛吼？这就是稳定啊！本来我爱付出代价的。本来是我爱死的，有人替我死，这个稳定。本来我无应该得到遮好的翁，结果得到遮好的翁，这就是啥物？稳定。所以，真爱兄弟姊妹，咱拢一直一个稳定的大海中间，咱要安怎将这个稳定带转去？我去到倒位，稳定对我去到倒，咱当然咱诚做器皿啊，无咱就无采工啊。你用啥物来底拢有限。拄则咱有唱这首歌《翠玲》，咱诚做活水，咱甲活水来连接，对无？哇，咱就安那行到倒位，咱就诚做出口，稳定的出口。今仔的经文，咱来看，对使徒行传的头前，伊的前的就是讲着安那，这个耶稣出世了后，就是要为咱死，为着听要来救赎咱，来替咱付出代价。一定伫十字架顶死，埋葬罗英府。第3天死要搁活，活了后咧，活了又去见证，搁活的性命。40天以后，伊要搁上天。因为伊要过来，但是伊上天要互咱遮的伊的兄弟、伊的囝儿有一个确据，有甲咱伫地确据，就是以马内利，就是要甲咱斗阵，就是想属一个圣灵，就是一个灵是圣的灵哦，毋是邪灵哦。所以咱这个性命若是无灵，咱就是倒在棺材顶头，袂叮当迄个啊。啊，无就是啥物死火人啦，你知影？活的人啊是死，安尼要死若害迄种，咱知无？
行尸走肉的，毋是，咱是一个活起来的人。伊就想诉圣灵伫伊的遮个学生中间。伊学生吼，咱的大弟只知影3遍拢无认主的，过去以前迄是叫做啥物德？彼得，伊是掠鱼的哦，应该是无读册的哦。伫今仔经文头前第2章、第3章，哇，毋但会讲道，头一篇的讲道感动足侪人，而且伊去到美门圣殿的头前去传福音的时阵，传国外的福音，互一个人生出来就破相，无法度行路的人来甲伊讨。求讨讲，无你1箍本的1箍本的，我讲我1箍就无啦。任何银我拢无，但是我有啥物？我有主耶稣全部我拢要互你。有效无？有哦，太无效。本来袂行的，跑着、跳着、唱着，都是会走、会跳、会讲、会变成一个完全好起来的人，真正。迄个时代的人，伫圣殿足侪人，哇，就真戆影。这发生什么代志？这毋是迄掠鱼的吗？这群人毋是对耶稣迄群吗？耶稣毋是互钉死，伊哪佫踮咧唱首？官员就甲掠去，就甲因关起来，而且甲审判。你也发现就因真正互即个人本来一世人拢伫咧美门咧讲求讨的，真正伊会行呢？来，袂使佫乌白讲哦，放恁转去。今仔经文开始就是放因转去啊。对啊，咱做一个小结，就是今仔日经文第4章以前，当因即个耶稣的门徒，因自己是因会拄着麻烦，兄弟姊妹，咱嘛会拄着麻烦。当因拄着麻烦、拄着困难的时阵，因就祈祷，组织起来祈祷。咱有麻烦无？咱有拄着困难无？咱若有拄着困难，咱就爱斗阵来祈祷。咱若爱参加小组，小组要开始的时候，咱就小组斗阵来祈祷。3个人就是亲像一个教会，圣经讲咱2、3个人的祈祷，主就伫咱的中间。所以咱对2019年开始，咱就伫个小组要开始时，咱就祈祷。伫咧做礼拜之前，咱就祈祷。不管是叨一顿的礼拜拢同款，拜六嘛同款，所以拜六改5点45就开始礼拜。咱礼拜咱早就改啊。儿少下礼拜嘛同款，提早15分钟。咱无搁伫拜5组织安尼几十个人祈祷尔，毋是，咱已经甲即个祈祷的火，即个圣神的火，已经刷到每一个所在。咱一礼拜中间，毋是敢若拜5咧祈祷，咱伫几百个即个小组内面，咱拢要来祈祷，要来经验上帝。所以咱若拄着麻烦的时阵，拄着困难的时阵，拄着需要人帮衬的时阵，你就起来，你就去小组，有搁较侪人为你来祈祷，就有搁较侪的办法。当咱若拄着一个成就释放了，如果因向头放出来，因就祈祷来学罗上帝。咱不断经历祈祷，学罗上帝，祈祷学罗上帝。拄着麻烦，得着新约；拄着麻烦，咱有新约成就。安尼，咱不断的时阵，咱就练就咱的信心的肌肉。咱的信心肌肉是需要咱嘛是需要上健身房哦。只是这个健身房是啥物的？信心的健身房，不断来练习。咱毋好想讲袂啦，我拢好好啊。无说讲的，当礼拜5的心，阮当礼拜有拄着一个讲。事业学业感情这些人际阮拢好好5个拢免写啦，我好就好啦，无管别人啦，莫管别人较无忙啦呢。那你敢若求你好尔，咱死了后一定有啥物审判，不管你有信主无信主，拢同款。死后一定有审判，这是真理。人人有一生有一死，死后有审判。甲审判台前的时阵，要问你，互你遮尔济，互你5个心你拢无烦恼，你干那好着，家己好着好，安尼真歹势，应验无事要讲。迄个时，大家拢好，干那你无好。互你遮尔济，毋是要互你家己享受尔，主互你就是要爱你互别人。互你就是要爱互你，互别人。要互你的原因，毋是要互你一个人用尔。咱爱透过彼此扶持，彼此来担当。彼此，咱就性命，互主来提升，咱会当哪来哪参像上帝。毋是上帝袂话，伊袂成就，爱你甲我来甲伊斗骹手，毋是啊。
主哪就需要你我来斗骹手？咱想嘛知，咱要诚做千人的教会。主你无法度咱来大家来斗骹斗手全一大家无音甲嘻嘻叫，毋是，主有办法，只是主看会起你甲我，伊无爱互你甲我伫个审判大情的时阵讲，你弊端，敢若好家己好，安尼你伫即个时阵你就是无好，别人拢好。主要审判，伫2018年上尾一天，应验无事，歹话要讲真。因为咱爱醒悟起来，因为咱人生有限，所以当咱若对着即个新约的时阵，咱就来学咯。即个经文开始哦，因得着头棒，哇，成就啊！咱就爱祈祷，感谢上帝，这造天造地造海造基督万米的主啊！阮要感谢了你，因为你是信实，你是信实，你讲话说到算话，讲话算话就对了吼。你安那有大观念？你毋是讲我说到做到一定爱做得到。咱的主就是来学了咱的主，因为咱的主是宇宙中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宰，毋是干那救阮历史的主宰，兄弟姊妹，甲你我拢有关系。你的性命，你的家庭，嘛有你的家族的历史。你愿意互主来写无？咱拄仔唱迄首歌，上主的啥物手？正手。上主的正手伫咱的中间要写尽一切。你愿意互主的正手来写无？你的历史，你个人的事业的历史，你个人家庭的历史，你的感情的历史，你一生愿意互主的正手来写无？主要牵你的手，你愿意互主牵吗？如果你互主牵，你若拄着恶担当的代志，就参照这基督继续讲，毋是干那学了上帝尔。伊继续来祈祷讲，主啊，你照着圣神，你有托你的罗卜代笔的喙有讲，伫倒讲？伫诗篇，伊即摆在讲的，你祈祷即个就是引用诗篇第2章1节到2节。伊讲安那，咱搭三甲来读好无？请。列班写书汉化，敬百姓写书价无空空的书，世上的君王徛起来，掌权并下三角议论，要抵挡耶和华，也抵挡伊的受膏无？就是早就讲啦，主上帝讲，我早就讲，早就告诉你啦。你一定会遇到敌对，你一定会拄到敌对，抵挡你的人。耶稣伊早就讲，耶稣会安那受膏抹的安那死伫十字架顶，早就讲，早就告诉你，你早一点怎样觉悟啊，兄弟姊妹，唔好跟他想讲一切都很美好，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醒过来吧，醒起来。早就讲了，连主耶稣拢会拄着恶担当的代志，咱是啥物人啊？咱未拄着嘛？早就讲，你即摆有拄着恶担当的代志无？安尼我要恭喜你，咱甲耶稣是同一级的。同一级，因为咱要互主用，咱要互主来提升咱。主上帝早就讲你拄着这恶担当的代志是为什么原因？成就主安那的旨意，成就主的正手所要写的历史。因为咱的主是大权能的主，连这到伫新约，耶稣要拄着的，嘛是早就写伫安那圣经中啊。不管是希律，还是本丢彼拉多，外邦的人安那辱骂，安那迫害耶稣的门徒，要迫害耶稣的。家里你甲我，这是主早就讲啊，兄弟姊妹，总是主嘛讲，稳定教也咱用，咱拄着这恶担当的代志，互咱安那步步高升，兄弟姊妹，咱敢要步步高升，袂啊？阿门。紧啊袂，主就成就，总是伫恶担当的代志时阵，咱爱有心有备办。主是听咱的心的主，毋是看外表尔。
人敢若看人的外表，敢若看代志的外表。咱的主是看伫代志的内面，看到人心内的内面，甚至看到搁较远，看到未来的历史，看到安那，看到你甲我家庭的历史。主要甲咱伫地，信心充满咱，互咱虽然即马感觉学淡长，虽然感觉心艰苦背北，总是主要互咱有好胆。经文甲咱搁一遍讲，主要给你，上帝要互你有气力，要互你气力做啥物？毋是倒伫遐尔，互咱有气力，互咱会当安那去使出力量来，互咱有气力，咱行出去去实现。互咱一边接受上帝话，一边咱来传福音，一边咱领受上帝祝福，咱一边寄出去。咱这就是器皿哦，活水哦，活泉哦，这种器皿是上好的。你随时拢会使举起你的手，是安尼营养牧师常常爱举起手，毋是咧做运动，弯毛突毛，毋是，主我举起手，我领受，主我嘛要放落去，毋好领受了就到我遮，就愈来愈无去。好无？咱来领受上帝，咱来一年、满年嘛共款。不管你是啥，我有一个好朋友，30年前我就捌伊啊。伊伫士林夜市，伊咧卖迄个牛仔裤，很有名的牛仔裤。所以伊人若去穿了解，伊卖愈济，趁愈济。伊敢若国中毕业，我熟悉伊才10几岁尔。因为因兜无法度互伊读册，因兜住伫迄山区足庄骹的，要出来拢还佫足困难的。国中毕业呢，但是伊卖牛仔裤，哇，卖甲生意足好诶。士林夜市，有一天伊拄着少年的，阮树林长老教会一个少年的，因共款对南部起来，结果因两个结婚。这少年去呼调，讲要去读神学院，大海啊，读神学院过来，嫁互伊了，要做啥物？牧师娘啊，牧师娘敢若国中毕业啦。伊惊吓，毋免惊，国中毕业有啥物无好？是上帝咧做牧师娘，还是你咧做牧师娘？咱若想着是咱咧做牧师娘，咱都惊啦！咱是啥物人，咱就使做啥？伊国中尔，我甲你讲，伊尾啊去牧会，迄青年牧偌好，你知无？硕士、博士的拢听迄国中的，毋是听国中的，是听国中的即个牧师娘，我靠上大的即个上帝，甲伊即个水流来引流了。透过即个国中牧师娘引流出来，互有需要的人。因兜拢无信主，因为住喺庄骹，因妈妈癌症肝癌，腹肚拢大。医生讲你会使长期住喺马街边，人带伊信主，伊讲妈妈，我替你祈祷。唉，到好啦，好凊彩啦，祈祷了有效无？有效啊！伊2礼拜前的拜一，因妈妈才告别式，伊讲牧师，你毋是讲有效，哪个告别式？这30年前的代志啊呢？伊即马几岁？90几岁啊啦！兄弟姊妹。毋好看你国中，毋好看你小看，毋好看你讲我一人信主，阮兜的人伊甲我踢球，因咧乡下真会共踢球。但是主恳求，主真正真奇妙。过来咧，哇！从此快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对无？无啊，无偌久以后，佫因爸爸着感情。因遐村庄的人安怎讲？哎哟，你看你就是安那？对啊，你哪会知？8点钟拢安尼搬的对无？伊想讲，阮妈妈着感情是，我还未信主就对啊，伊这可能嘛，不管主啊，不管啦，你负责，你负责。讲因妈妈甲伊信主，所以因爸爸才会安那着感情。共款举起伊的手讲主啊，靠赖上帝主啊，不管啦，我著信主，我著靠你就对啊啦。因爸爸感情安那？得着伊滴啦，阿妹吗？这个因光归互咱的主。伊真做真侪人的祝福。兄弟姊妹，毋好看你小看，你莫讲国中，人伊嘛国中毕业，我无读册，佫较好，人就知影啥物人做的，是主做的，毋是咱做的。这经文上要讲，因基督线地落安那，叮当啦，信心充满，因就佫较好胆来讲主的道。一个马上，咱的主回应是马上的，是无延前的。是伊甲咱同在会记好，互因佫较有气力。我知恁心内咧想啥讲？迄个牧师，我是无爱吐你槽啊！无马上我祈祷你喊久，拢无成就。你咧甲我讲是及时的，
有人安尼想无？啊，有啦吼，我知影是你甲我啦吼。总是兄弟姊妹，主的回应，你毋知伊已经回应你。我有一个朋友，伊对甲因伫咧台大咧上班，伊做迄个要安怎讲检验师。总是伊上帝互伊有一个信心感动伊爱去考迄个学士后的这个医学院。啊，伊还未结婚前就甲工课辞掉，啊，尾结婚，啊，头一年搁考有调无？考无调，第二年有调无？啊，无人敢讲吼，毋敢承认无调。第三年搁考，要搁考无？袂，搁考有调无？伊会怀疑袂？主啊，啊，你毋是感动我考这个学士后医科，啊，都考3年啊，啊，拢无调，啊，你哪讲及时回应你啊？回应我啊？你搁考无？结婚啊哦，啊，搁无工课，敢若靠因某哦。要搁考无？袂，有一人要考尔，其他拢袂吼。有搁继续考无？继续考，有考调无？有人讲有啊吼。搁考无调嘛安那？考无调嘛安那？嘛爱搁继续考。甲即嘛考有调无？有无？无。啊，有及时回应无？兄弟姊妹，主已经回应，伊无看到尔，伊无感受到尔。主已经甲讲安那，你继续考，但是主有甲伊讲，你要互你考调无？无，主甲咱讲叫你考，无讲要互你考调哦。啊，你要考无？袂无。兄弟姊妹，伊的太太成就足大，是国际公司这个亚太的负责人。因太太生囡仔了后，若无人顾囡仔，请问这个家庭要安怎？伊继续搁上班，两个拢上班，这个囡仔要安怎？所以伊哪读册哪顾这个囡仔，这个囡仔在家自学，国民校1年尔，人伊已经读大学的数学啊。上帝回应无？有啦，兄弟姊妹，上帝甲你想的无共。你讲我要往东，上帝一直来讲，对，你着继续考，你着继续考，但是我无讲要互你考掉。我想的，我甲你想的不一样，好不好？我早就回应你了。兄弟姊妹，咱的历史，当咱回头看的时阵，主心意远过咱的心意，这就是主的应允哦。所以你要想，这个代志发生有重要原因，只要你相信，只要上帝一定有办法。所以咱要只要做些信者会去面，头一咱来到主的面前来祈祷。来听，伫《使徒行传》内面几遍讲到祈祷，27遍。祈祷是安那？这个本人约翰，我就爱吼，我就爱这句啊。伊讲祈祷是什么？咱那个到底来读好不好？祷告，来，祷告给灵魂的保护，祷告给神的献祭，祷告给撒旦的折磨。阿妹，上尾一句我上爱啦。迄祈祷到底偌安那？哇，松快！我们奈何不了他吗？不，上帝虽然允许，上帝虽然应允，伊早就讲咱会拄着恶端长的代志，总是我袂使互撒旦怎么样啦？好日子过嘛，对不？安尼你就爱安那，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弟兄姐妹，明天晚上10点半小约哦。无来吼，我去恁兜甲伊弄问，歹势袂啦。好，咱就爱来记这个撒旦的名，爱互伊安那折磨他嘛。虽然事情他可以唱秋，但是咱会使祈祷袂？可以，好不好？我们到神的面前学习聆听神，唔好你求求的就走。上帝甲你讲，恁翁是伫这边，你倒边一直去是要创啥？你就永远你就找袂到你的翁啊，找袂到你的某，找袂到你的祝福，好不好？听听神的话，好不好？神只有说你去考学士后医学，无甲你讲我要让你考上，没有，因为你不是要给你走这条路。搁较大、搁较好的祝福要互你，毋是主讲我爱互你，是主即个甲你，即个时阵甲你讲 no， 是讲伊要搁互你搁较好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刚好咱来定定来听上帝话，来礼拜，兄弟姊妹来小组彼此来扶持，他会圣灵的感动，环境会来应验，环境会来甲咱开门、甲关门。好无咱2019年会当甲遮听到上帝话，甲记起来。
明年2019年的上尾一个礼拜时阵，你会当摕起来看，摕起来感谢，你会更较有气力，更较有信心。所以咱爱顺从圣灵，圣性是啥物人呢？圣性就是住伫甲咱伫地，拢袂离开安慰者，是咱辅导，互咱知影咱倒去，甲咱扶起来，毋知路，伊甲咱引带。圣性充满咱，互咱甲咱伫要创啥物？来，咱来读即句哦，吼，足重要的哦，请。所以毋通戆戆，着明白啥物是主的旨意，也无伫酒醉，或伫教放肆，是着互圣性充满。哦，所以圣性充满咱的意思，无要互咱互陷落伫邪恶中间。所以圣性充满咱即个性命，你就会真敏感，无好的代志，圣性会提醒你讲哦 no no no。所以咱的兄弟姊妹内面就有人开始戒酒，虽然讲会使啉酒，但是毋好酒醉。伊看听到即句话就讲哦，无我来戒酒。圣经中间有讲会使输一个袂，无讲袂使嘛以在主讲嘛，足侪人拢食薰啊。总是咱一个兄弟听到肃清长老讲，咱的身躯是上帝殿的，所以袂使污染嘛，因为迄尼古丁的污染肺部嘛所以无我嘛来戒薰，但是薰好戒无？戒毋好戒着，戒毋好戒是毋好戒是爱戒啦戒毋好。阮爸爸伊早人讲戒不好啦戒毋好啦到底爱戒毋戒即个兄弟就讲好啦，甲我身躯是上帝殿无来罔戒但是足歹戒有一工开车当事人伫遮，我讲对了甲我是。伊讲无法度来做见证拜五，但是我间接听到，当事人伫遮哦伊就讲好，无来卜一支薰卜一面就好即边卜了就改啦结果咧摕起卜名，警察来对是抓酒驾是抓卜薰的安尼就真正就停来今个警察来，结果警察三讲四讲讲得他安尼心情就歹，你知道？每个人都不婚啦，心情都被弄坏了。从那天开始就不再抽烟，阿门。荣耀归给神嘞！这个坐头前我莫讲啥家己等下来坐咱来家鼓励一下好无？咱的身躯是上帝殿好，所以咱来提醒，所以咱诚做上帝新者的器具，咱就要放胆去讲，搁爱行，毋是干那讲尔。上帝感动是会当印证的，毋是凊彩讲的，是会当透过圣经写，透过咱属灵的长辈，所以咱才爱小组啦，兄弟姊妹，你若无小组，你就足拍算的啦。你若小组毋知有属灵的长辈同伴斗阵夫妻，有斗阵新的机会上帝感动会袂停去，除非你无爱，你硬心，上帝一定不断的，所以咱毋好消灭信心的感动。所以咱就爱放心、甲信心，安怎引带你，但是毋是叫你拢毋好准备，爱准备，咱爱做人应该爱做的，袂使讲信心好啦，所以2019年毋免预算啦，毋免创啥啦，毋免计划，毋是。奥古斯丁讲这句话，我真爱。伊讲祷告，你要祷告的像万事都要靠神。你祈祷敢若讲万项代志拢要靠上帝啦。但是你工作爱拍拼无？爱，你爱工作了，敢若万事拢爱靠你。意思就是讲，你要尽你能做的，你不能做的给神做。意思是安尼，尽你所做，所以非与行。你已经爱甲对主来背，但是你嘛爱行出来，因为主要甲你伫地，主毋是要互你好过，毋是要互你无好过。是主要互你伫一生中间，有限的一生中间，咱的性命会当拿来拿，亲像主，甲主长头对面的时阵，讲主啊，我伫一生中间，我的性命成长到愈来愈亲像主，因为人拢会一死啊。你毋好想讲你袂死的，无可能啊，咱毋是妖精啊。兄弟姊妹，这个事实咱来认清，所以基督会当互咱性命中看到基督的信仰。伊也无需要是咱的牧者，会当伫咧遮讲道。你若有感动，是因为你为阮祈祷。
为阮祈祷，阮才会当讲出恁需要话。所以咱彼此来代祷，咱斗阵小组斗阵来祈祷，咱会当重新来定位，咱才袂失了准。咱所有的见证甲服侍，咱才有一个源头。接来你才袂感觉真痛苦，原来遮辛苦，哪会遮尔忝？礼拜比上班搁较忝，是毋是安尼？主毋是要爱咱安尼，伊毋是要爱咱做甲啥物拢无管，毋是，是讲主要来管，主来掌管，主要掌管你的工作，要互你经历，你毋捌经验到迄个信仰技术。透过祈祷，咱嘛搁较合一，特别是小组的祈祷，咱斗阵来拍拼，为着上帝的国。有一个先阿囝伊安尼讲，伫教会工作甲足无闲，搁足赶紧的，啥物都马虎啊！你就是有啥物属灵的怠惰，因为你就是无甲主来连接。这是互我的提醒。我嘛定足急性的。咱无听见主要叫咱做的声，所以咱乌白做，做一堆敢若山，结果毋是即个方向，是即个方向啊！愿咱每一工新的一年，2018年，咱透过祈祷，透过斗阵的祈祷小组，斗阵祈祷，透过读圣经，透过咱不断彼此来代祷，互咱伫即个墙壁，你拄仔入来应该有看到，当礼拜余牧师带领咱写5个心。咱已经搭伫遐，你等下出去，你的左边的墙，有你写的名，你要为叨一项来祈祷。若是一年中间你有应验了，还是你当时应验了，你就还要一个小的你甲写你的名，搭伫你的心情内面。哇，迄片墙叫做神迹的树，新芽的树，树就是伊不断的一直生出来。新芽会不断生起来，毋是干那一个新芽就结束啦，毋是新芽会不断的生出来。咱要来看一个见证，这个姊妹伊是叫做李雀梅，咱要来看这个伊甲伊的先生是这个伫专心伫佛法，所以伊甲伊先生伊是成大中文系毕业。伊伫大学，伊都是一心要学佛法，因为他从小就是被建立说他要弘扬佛法。叶先生是成大建筑系，他们2个都是财团的，他们是3重那方面的财团，所以因做足大的事业。因一心无爱生囡仔，因为因就是要为生伫慈济。为了慈济有的时候，伊是当初慈济那个三股神刚刚创立的这个刚开始创新的核心的这个他们的算是高层。但是伊拄到什么代志？伊本来零星，这个集团都很好，但是他遇到什么事情？他做了那样的见证，说他拜错了神。李雀梅，呼天喊地也没用。我先病了很严重，因为他肾脏病病人。那个时候最苦的是我，婆婆生病，建设公司要卖房子、盖房子。我是一个读文学院的人。我那时候只知道说，我要哭天唤地，我要向天哭，我要求诸天菩萨帮助我。所以我越发的拜佛，到处跟我婆婆去求神拜佛，改命改运。最后我实在是很痛苦了，痛苦到极点。我呼天抢地，有一天对着空中喊说：诸天菩萨，我一辈子就是发愿做好事的人，如果我家这么多事情，你能够帮我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是谁？给我看，我一生跟随着你。但是没有想到，当天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半夜就来了。我在夜里睡觉的时候都没有灯光，里面耶稣来了。我怎么知道那是耶稣？因为我婆婆在马偕医院洗肾，马偕医院的耶稣像的那个耶稣走到我家来了。这是第一天晚上，那天晚上我就很哀怨，我就说我在这么痛苦了，诸天护法菩萨跟我开玩笑，连耶稣也来盖脚，我很伤心，我根本不信耶稣，怎么会耶稣来了？我好伤心。有一天呢，我在睡觉的时候依然是大光来，大光来的时候我还很怀疑
说这是不是我们家前面的霓虹灯呢？就一想不可能。到第3天，我的左耳就听到一句话说：再不信，教会就在松江路跟南京东路那里。因为3天的怀疑，我当场就对空中讲一句话说：好，7天之内我去看，如果那里有教会读书人说话算话，我就信了你。我7天之内搭了计程车去看，那里是南京东路国语礼拜堂，我就信了耶稣。我一个人偷偷的信了耶稣，因为我怕信了耶稣，全家的佛教徒要追杀。我祷告了半年，当时呢，南京东路国语礼拜堂的于礼正于哥帮助我祷告，带领我祷告。半年之后，我有机会找到我公公的牧师来探访我的先生，我的先生也灵眼被打开，我们就信了耶稣了。我很认真跟我先生2个人1个半月之内读了圣经，要听神的话，不要听人的话。神的话在圣经里面，听了神的话就平安。我记得我信耶稣那一年刚好是农历的7月，为了要我们家消灾解厄，曾经连续2年在我家办消灾解厄的那个超度法会。结果到第3年来，那2位尼姑也来我家说：你今年办吗？我说我不办，我信了耶稣。他告诉我说：有1就有2，有2就有3，今年第3年把它圆圆满满办完吧。我说不，我信了耶稣，我现在要听神的话，我在耶稣里面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我在圣经里面知道说，是的，有邪灵。我们人只要能够进入耶稣里面，我们的生命交给耶稣，我受洗信了耶稣，我自己心里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我认为说我是照在耶稣的平安的金钟罩里面，是在耶稣的平安符里面，什么东西来我都不怕了。拜一个最大的神，最完全的神，我知道他是创。感谢主，这个李雀美姐妹，她后来成为李雀美传道，现在成为李雀美的牧师。他们家其实是这个建设公司的集团。她的先生被感动，他刚刚有讲他公公的牧师，对不对？其实那个是我们都认识的郑一光牧师的爸爸。郑一光牧师我们认识的吗？现在那个郑，他现在在澳洲。我们邓医师他们夫妇的家，现在就是郑一光牧师在住他的先生得到神的恩典之后，他说：“我不能只做企业家，我不能我好就好。”于是他就兴起一个事工，就是我们昨天做的恩友，全台湾恩友中心，我们知道吗？恩友就是关心皆友的。恩友的全台湾每个地方都有恩友中心，就是他先生建立的。我们教会做恩友只是小 case， 只是地方性的。当他们要做恩友，其实挣扎很大。他是后来有在做其他的见证，我们可以上网去看。这一个本来没有跟基督教没有关系的人，却是因为神早就爱他，让他拜那唯一完全的真神，以至于他成为一个传讲福音很有力量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他是在神学院，我们上一门课叫做诸宗教，就是透过他来介绍慈济跟基督教有什么不一样。哇，我才发现他真的脑筋很好哇，他是理性，然后分析的很，哇，真的，你跟他讲话不信主都很难所以他第一个带的信主的是他最好的朋友，也是在美国慈济最大的，算是在那边很大的负责人，就是蔡咪咪。你们认识蔡咪咪吗？力霸集团，以前力霸集团就是他带领他，然后他甚至带领很多慈济的比较高层的。他有一件事情，那我在这里是不能说，他说他不能，我们听了就不能说的，私下再问我，这是慈济的事情所以他带很多慈济的人来信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想不可能。他为什么会信主？因为很多的人为慈济在祷告，很多人在为我们身边的人在祷告。亲爱的弟兄，没有不可能的。我们的神是最大，哪有不可能？就只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成为那个神迹的器皿。外面这个墙，你已经许愿了，你已经跟神求了，你已经在这个神迹的邀约中。
神要一一要来应验这个神迹的墙，要写上你的名字。神要让你经历，然后你写上你的名字，然后你要推上去，要来见证神，因为这一位是行神迹奇事的神，他要让我们成为神迹的器皿，好不好？我们请起立，我们要一起来唱这一首歌来回应，成为我们的祷告。你有没有要神帮助你的？你要不要领受像李雀美牧师这样子的恩典？我可能拜错神，所以有那个邪灵。他刚刚有讲，因为他打开自己，就用那个邪的灵，不是圣灵。圣灵是好的，对你好的，不用你来交换的，不会只有一面而已，是全面，是完全的。你要吗？可以带你从黑暗到光明的这位神。如果你愿意，我们用这一首歌来成为我们的祷告，一起。主耶稣，你带我出航，今日的光明使我会被幸福，以你来领我是心创造的人，你看做宝贝，我献予你这样，我真多你性格的器具，受敬选百姓尊贵的这是，先进的国度，小你的家己，来保佑这耶稣显明你的荣耀，我真多你心房的器具，用信心的眼光看你心的光芒，用你的权能甲听来充满我要保佑做伊，好天国甲光明。兄弟姊妹，音乐魔术来邀请你，把你的手往上，来领受。你若是愿意领受上帝恩典，就是迄本来不应该你得的好处，本来你应该付出的代价，主拢替你付了。只要你愿意，把你的手向上，做信心来充满，因为咱是一个器皿，咱要承接，咱要接受。伫2018年上尾的主日，主予你搁一遍机会，你要为着什么来祈祷？你要什么代志？你要有心者。是，就是你心内想看有这项代志。李雀美牧师伫安尼的环境，毋捌看见耶稣，一生毋捌去过教会，总是主动去甲伊的梦中，主动献身回看。兄弟姊妹，有啥物恶当当的啊？你若是这么伫意你亲人，伊伫将来死了后无望，是伫个迄个地狱火湖内面，你甘心？敢若你好就好吗？主要来甲咱算账啦，咱敢有法度来交笑？这是要够机会，这是要够时间，这是咱还够气力，咱还够气势。将来咱去到天里，咱就无机会来传福音，啥物拢会使做，就是无法度传福音，因为伫天里，大家拢已经信主，即马无传，啥物时阵要传？兄弟姊妹，大大到主的面前，啥物人要领受？你要为啥物人来祈祷？伫等一个，这个歌搁唱一遍的时阵，将你的手唱。
目睭看头前，喙来大大啦拍开，搁一遍咱要来唱这首歌，咱要来成做咱新食的器皿。主耶稣，主耶稣，你带我出河岸，今日你恩典是我特别的幸福。你的主，我感谢你，你已经充满了我，因为信心已经充满了。既然愿意唱唔唱话，愿意领受话，已经充满伫恁的中间。透过恁所唱的、所祈祷的，要成就一切，超过咱所会求所想的。要应验，主就是听；应验，主就是拯救；要应验，主就是新记者的主。我来恳求感谢，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阿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咱也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恁的感恩。